叶青天，金老师，我冉冉，醒醒，冉冉，冉冉，日轩，你不许伤害他。日轩，你听我说，日轩，日轩，快杀了他！他刚才差点杀了我。不，我不是叶青天。萧师兄，快杀了他呀！束手就擒吧，叶青天。日轩，照顾好师妹。月影，日轩，你怎么样？我还好。大人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们吩咐下去，召集所有人，捉拿叶青天。是。站住！站住！那边！站住！快追！怎么了，娘？冉冉呢？您忘了吗？她今天不是要和娄轩、萧沐尘聚一聚吗？不对，我总觉得有事。你们看，佛珠断了，不是个好兆头。你们快去看看冉冉是不是出事了。好，娘您放心，我们这就去。好。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人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呢，去那边看看。走，走。日轩，二师兄，日轩，我好冷，抱紧我。马上就到了。这次一定要找到叶青天，然后当场杀了他。萧沐尘跟秦朗已经去找他了，放心吧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受了什么伤啊？娄轩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。要是这样，我坚决不让妹妹嫁给你。行了，人都回来了，你们没有去吃饭，你骗了我们。此事以后再说。
哥哥，你放心，我没事儿。既然妹妹没事，赶紧进去吧。走吧。难道我真的变成了他？我是不是不能再回苏府？不能再见爹娘，还有哥哥们了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二师兄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是叶青天，我是冉冉的。刚刚是叶青天，把他的身体和我的互换了。我曾经为了姚兵放过你一次，看来真是大错特错。我真是冉冉的，二师兄。你不必再耍什么花招了。我没有，二师兄。你一直没有告诉我，你从逸仙谷回来不见我的原因。你说你有错，可你究竟错在哪里？月影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去找萧慕尘。日轩，你别走，好好陪陪我。好，我不走。原来，你就是这么宠爱他的。他笑你笑，他哭你心疼，他需要你陪，你一定会留下。这种感觉真温暖。可是日轩，为什么你就不能给我一点点呢？二师兄，你下次不要这么吓人了，好不好？你要是早点认出来我，就早点告诉我。你一会儿追杀，一会儿保护我，我小心脏可受不了。你知道不知道，这世上什么事最可怕？什么？
不是被逝水红颜追，也不是被叶青天追，是被二师兄你追啊！那种大杀四方的气势，简直了！我有那么可怕吗？叶青天没有你那么多话。是吗？哦，好吧。你怎么了？是叶青天体内的2股内力所致。我给你输些真气，来压制住2股内力。转过来。好点了吗？嗯。叶青天为了练功，将净寺道长的内力全部吸走，而净寺道长的道家正宗内功，与逝水红颜的法门相克，叶青天无法驾驭他们，于是他每天吸食人血，来保住性命。其实。他也挺可怜的，必须将你们俩尽快换回来。你先休息吧，天一亮我就送你回去。嗯。表妹，是我。表哥，进来。表哥，我发现了一件事。怎么了？表哥，你看，这本书上说，逝水红颜除了有传承秘术，还有一种很奇怪的摄魂术。摄魂术，也就是能在拥有红颜之毒的身体里自由调换。现在冉冉身上的咒还没有完全解开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叶青天掌握了这个秘术，那么他就可以随时变成冉冉。你的意思是，因为娄轩，叶青天很可能会使用这个秘术？嗯，而且互换身体之后，必须在7日之内把身体换回来，否则灵魂将根深蒂固。说你爱我，说你爱我，我爱你，我只爱你。你不是他。
不是他。你为什么会在他的身体里？日轩，我知道你爱他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可以一辈子作为他陪在你的身边，做你的月影。日轩，我可以的，我真的可以的。不可能！下不了手了吧？我得不到的东西，别人也休想得到。我就算是死，也不要看到你们双宿双飞。我叶青天，就算逃不过逝水红颜的命运，我也会带着他一起走向毁灭。你敢！你忘了，萧沐尘已经去追他了。过了整整一夜，你猜他会不会杀了他？我既然能发现你，萧沐尘也可以。你果然不是冉冉。不要伤害月影的身体。表哥，表哥，你没事吧？表哥，你还我师妹！叶青天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赶快束手就擒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你们这么保护他，爱护他，可以为了他做任何事，为什么？你处心积虑调换灵魂，可你依然成不了他。日轩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偏偏是他？为什么我就算变成了他，你还是非他不可？因为你不是他。纵我什么都没有，可我还有这副躯壳，你们又能奈我何？那我今日就活捉了你！
姚冰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这个地方快要消失了，而我也快要消失了。岳阳，你在哪儿？如果他能来找我一次，岳阳，也许我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。岳阳，你后悔了吗？后悔，世人负心于我。岳阳，我为什么要后悔？所以你就一直恨着，对吗？岳阳，我只是要拿回我应该有的东西，我有错吗？岳阳，岳阳，你一直挺到现在，没有杀一个人，还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你赴汤蹈火。岳阳，我很幸福，爹爹、娘亲、哥哥们，还有所有爱我的亲人们，是他们教会了我爱与被爱，因为他们，我才能坚强。果然，这一切都是命运。也许，这就是天意吧。没有怨恨，就没有诅咒。命运也是可以选择的。罢了，你走吧。岳阳，岳阳，日轩，岳阳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这一切终于结束了。我们走吧。岳阳，是你吗？是我，日轩，是我。冉冉体内的红颜之毒，还需要多日的继续施针才能稳定，还不是因为你，让人操心。而且终其一生都不能动嗔、动贪、动执，否则红颜之毒还会再影响到他。姐姐，你一定要醒过来。等你醒来，我就带你回家。以后我每天都给你做玉米饼吃，每天都给你洗衣服，每天陪你聊天。你一定要醒过来，一定要醒过来，姐姐。姚冰，松手！我不松，我让你松手！绝不。
你再不松手，我就要动手了。我不许你走，为什么？我要娶你。我要回太乙山。要病！杜要病！我等你。月影，我回去准备亲事，你乖乖在家待着，哪儿都不许去，啊？可是，我就有好几天都见不到你了。我们还有一辈子呢。姐姐，咱们今天还吃玉米饼好不好？等吃完饭，咱们就出去散散步，就像以前那样，顺便可以去看看爹娘，好吗？你受伤了，我自然是要留下来照顾你的。真的？你不走啦？等你的伤养好了，我再走。好吧。七哥。啊？哎，五哥，你每天在这里等师姐也不是办法呀。她回太乙山照顾青天姐姐，总得等她伤好了吧？你要是这么想她，干嘛不去找她呀？事情总算告一段落，可我与你只怕无缘了。父亲，朗儿，接旨。娘，娘，您身体不好，有事找我过去便是。爹娘，你们是不是又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安排给妹妹啊？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？
是不是又要给妹妹安排什么和亲啊？圣旨到，苏玉出洋接旨。万岁万岁万万万岁！逝水红颜一事终于尘埃落定，朕怜冉冉受了诸多委屈，特为冉冉做主，着令冉冉与秦朗即日完婚，令苏府良天与娄家堡娄轩也一起完婚，不得有误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妹妹！娘亲，我们现在就去宫里，去找皇帝舅舅说清楚，妹妹绝对不能嫁给秦朗。妹妹她……我又何尝不知？她……苏冉冉啊，苏冉冉，你可不能这么自私啊！要是你逃了婚，皇帝舅舅一生气，一定会迁怒到爹娘与哥哥们的。可是日轩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表哥，我们离开这里吧。好。这可是抗旨，那又如何？好，我们离开，千山万水，万水千山，我都与你去。可怜妹妹，冉冉会幸福的，你放心吧。我知道你喜欢茉莉花，所以找人做成了簪子。冉冉，我希望你幸福，可是我更希望你的幸福可以是我给的。相见是一难，想念何以堪？若等的冬去，或盼的春来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秦为之子秦朗违抗圣命，拒不成婚，本应斩首示众。但念在秦为一生为国，特赦秦朗死罪，着秦朗流放边疆，终生不得回京，以儆效尤。钦此。谢主。昨日少年，着青山梦里花。
儿啊，你要为父怎么活呀？如今浪儿成亲，我老秦也可以松口气了。这以后一定要好好对他才是。只有相爱的人在一起，才能幸福。这辈子我是没有福气娶你的。秦老，我们还是来晚了。是我害了他。下山去吧，下山去吧。姐姐，你终于说话了，你终于说话了，姐姐。你放不下他，好好去追求你的幸福吧，姐姐。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哎，快出来！快出来！出事了！快出来啊！出事了！三哥和表姐私奔了！快出来啊！啊！三哥和表姐私奔了！你说什么？私奔了？啊！四哥，不好了！三哥和表姐私奔了！私奔了？什么？我真没想到，老三居然这么有男子汉气概，居然就这么带着表姐私奔了，太感人了。平常沉默寡言的三哥，这次居然做出这么违背常理的事情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可是，表姐不是已经被指婚了吗？这样一来，要是像秦朗那样，可怎么办啊？表姐都是为了我和娄轩才会跟三哥走的，都是我的错。妹妹，你不用担心，大哥和爹娘不是已经进宫去了吗？你别难过了，你要是难过，哥哥我就更难过了。就怕舅舅发怒，那三哥跟表姐就会像秦朗一样受罪了。哎，四哥，你怎么总是说坏的呢？四哥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啊，也有可能发生，不是吗？大家都稍安勿躁，等爹娘回来，不就都知道了吗？嘿嘿嘿。太好了！二哥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呀，这个是补水的，这个呢是美白的，这个我之前试验过，这个加这个效果更好。距离你的婚礼啊还有10天，咱们先补这个啊，肯定让你婚礼那天变得漂漂亮亮的。谢谢二哥。乖，切，我妹妹不用补就是最美的。妹妹，还有这个，
这个可以用来身体美白。这些东西啊，都是可以外用的。这些东西可都是用草药配出来的独家秘方。老七，这些东西可都是妹妹的独家专供，可没你的份儿。谁稀罕？反正到时候去你房间拿就是了。哦，对了，妹妹，这个护发膏也是哥哥精心调制出来的，京城里面的名媛全都趋之若鹜。用了这个护发膏啊，保证你的头发乌黑亮丽。在你成亲之前呢，哥哥每天都来给你做一次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这样的话呢，我的皮肤问题解决了，头发问题也解决了。可是吧，我这个身材，还有我的大圆脸没有解决啊。我决定了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要少吃点东西，瘦一点的话呢，穿喜服也会好看的。啊，妹妹别呀！你要是减肥的话，那哥哥我就再也没有心思去做这些好吃的了。人生还有没有自由了？吃。过来，这边，再来两个，来，小心点，这个都踩里边了，留神，快进，好的，别请，都放这边啊，来，还有这个就是，行，我来拿，在我这儿呢，拿着点啊，好的，拿就行，你别注意啊，可以给你擦干净，我知道，那个还有点脏，这样吗？这样，来，稍等一下，手边看一下，那边，看见了没？就这边，这个字，对，好嘞。蟹黄虾中，荔枝肉，虾，红烧鱼，还差什么呢？妹妹，你穿上这身衣服，堪称完美。看来这雪花膏的效果还不错啊。妹妹本来就是天生丽质，娄轩这臭小子，上辈子修了多少福分呢？就是，我这宝贝女儿好不容易养大了，却又要嫁人了，和别人组建家庭。爹爹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期待我嫁人的样子啊？我怎么可能期待呢？你可是爹爹心尖尖上的人呐！就你这些哥哥呀，估计得等你嫁人了才肯成亲生子。小姐，新娘子，你慢点跑啊！慢点，新娘子，小姐，哎呀，新娘子，你可不能乱跑啊你！日轩，鱼。你怎么自己出来了？我害怕你跑了呀，我就自己出来找你了。哎呀，别胡闹！女儿啊，这女人成亲一辈子就这一次，你可不能胡来啊！幸好啊，就一个女儿。爹，娘，女儿，感谢你们这么多年来的养育之恩。乖女儿，娄轩，我把我最珍爱的女儿交给你了。我的那些儿子们不知道躲到哪儿伤心去了。将来你要是欺负他，他们可不会放过你的。夫人，大人，娄轩一定会一辈子好好照顾冉冉，
不让他受半点委屈。还叫大人夫人呐？岳父、岳母，受小婿一拜。起来吧，别误了吉时。冉冉，女婿，冉冉就交给你了。去吧。好了。请小姐上轿。起轿！这。18年前，我们都不知道这小东西能不能活下来。今天它都成亲了，想一想也是恍惚。她嫁给了心爱的人，那个人也正好爱她。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我就是心里难过。我还在想，我们的冉冉会不会给我们生一个小小冉冉呢？不知道冉冉现在怎么样了？她要嫁人了，我却不能陪在她身边。她嫁给了自己心爱之人，一定会幸福的。对了，老五飞哥来信说，爹娘希望我们早点回去。表哥，那你怎么想？既然家里一切顺利，我们就在此生活吧。等到有了孩儿，再回去也不迟。玉，这，这。他来了。各位大舅子，有何指教啊？恭喜娄少主，今天是冉冉大喜的日子。但是你别急嘛，虽然我们已经答应冉冉嫁入娄家堡，不过我们可真是舍不得呀。而且我们担心冉冉一时不适应。如果你真心是为冉冉好的话，就让我们兄弟几个一起嫁入娄家堡。你看怎么样？难怪你们刚刚都不在了呢。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。妹妹，这，你看看，还没拜堂成亲呢，都开始管上了。这以后哥哥要想见你，那可见不着了。哎呀，七哥，不会的。反正我不管，我就是要跟你一起去。行了，你们都别
别追了。我希望小师妹能幸福。行了，我看我们也拦不住他们了。没想到娄轩占有欲这么强，连我们这些哥哥都不让待在妹妹身边。好，那他现在什么意思啊？把妹妹带走了，还不回娄家堡？那以后我去哪儿见妹妹啊？哎，去啊！去！你终于来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去找妹妹。哎，去什么去？看这边。啊，妹妹幸福了，那你呢？看来我等不到你了。苏南，你愿意娶我吗？上！喏，这个该还给你了。日轩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本来就是我哥哥让我送给我未来夫婿的。那这个本来就是我的喽。嗯。日轩，我好害怕，这是一场梦啊！梦醒来，就又什么都没有了。走，我带你去追梦。撤！不要动，马上就好了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好一点？好多了。倒是日轩你，身体受得了吗？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又给我换血，可以承受住吗？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日轩，对不起。傻瓜，我才不让别人为你换血呢。这是小师妹这次替换下来的血。好，我找个地方处理它。小二，拜托你了，小师妹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不容易。她最近如何？她的血已经快换干净了，只是红颜的诅咒，还是需要她自己去克服。小师妹慢慢好了，不知道姐姐现在在哪里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苏冉冉，你的末日到了。
我明白你的计划了。希望这次能够了结我与他的恩怨。只有了结了，京城才能彻底恢复太平。那冉冉呢？我不能再把他牵扯进来了。你确定叶青天会过来？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应该会来吧。考虑到叶青天会摄魂，我就没有派太多人过来，免得节外生枝。以我们3个人的武功，应该可以应付叶青天。月影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们为什么要瞒着我？月影，我一直很后悔，上次把你牵扯进来。他要找的人是我，而且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身陷危险之中啊！月影，我不管，你在哪儿，我就要在哪儿。或许让冉冉待在我们3个中间，才最安全。我一定要待在你们身边。我只想好好保护你。我也想保护你啊。时辰都已经到了，他怎么还不来啊？他来了。月影，月影，你怎么了？月影，日雪，这铃声好刺耳，好痛好痛！月影，月影，好痛！没事的，没事的。这铃声在我们听着很正常，莫非是针对冉冉？他有备而来，是冲着小师妹来的。叶青天，你给我出来！有本事你们出来找我啊！秦朗，你来照顾月影。冉冉，好痛！冉冉，冉冉。